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唔想咁早瞓，點解每日都要準時瞓覺啊？瞓覺唔係休息咁簡單，夜晚係五臟六腑修復嘅黃金時間㗎。中醫有子午流注，每個時辰都有專屬臟腑當值養生㗎。原來瞓覺都有時間學問，太神奇啦！夜晚11點到凌晨1點係子時，係膽庫排毒關鍵期。呢個時間瞓覺幫助膽氣疏通，減少口乾、口發、上火。凌晨1點到3點係丑時，肝臟主修復淨化血液，呢個時間必須深層睡眠，熬夜最傷肝，會眼澀、氣息差，容易攰。凌晨3點到5點係寅時，肺助主氣，調節全身氣血，準時熟睡，能夠潤肺養氣，日日瞓醒精神飽滿，呼吸順暢。我終於明白啦，遲瞓會傷膽、傷肝、傷肺。以後我每晚11點前一定乖乖瞓覺。早瞓唔止係習慣，最平價、最有效嘅中醫養生方法，順應時辰作息，就可以輕鬆調理五臟氣血，子養膽，丑養肝，寅養肺，順時而眠，養護五臟，日日安康，